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30日公视第2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增加56例本土病例，有一个伫高雄左营海军伫基隆确诊，指挥中心规定参加庙会老年人一定要注3档的疫苗。美国总统拜登昨甲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见面，共同谴责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嘛强调印太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性。村里长的事务补助费，20个月当来拢是一个月45000块，如果提案要起到5万块，一档就要加4亿外预算。新闻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新增加107个境外病例，56例本土病例，其中新地电厂佮探出附近一个包厢嘛确诊，家人小食店嘛佮增加19例，这2条传播链，但市长是讲，得爱特别注意。来听指挥中心第一步上届新的说明。本土的病例有56例，那居隔阴转阳有8例，境外移入107例。那有关新竹县新竹市这个相关电厂的工程里面今天又多了12位。然后现在这里面比较让我们所担心的是，在隔壁的另外一个包商、另外一个工程，其中有一位移工23260也传出确诊。那现在呢，整个工程的相关的人员比较多，那现在开始来做PCR 的采检。所以基隆这个场域、这个场所里面，昨天本来是报出来是说有48人，48人。那后来我们增加1位，大家记得我们昨天有一位列为是未知的，那一位就23126，那因为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有到类似这样的一个场域里面去，所以我们就归纳在基隆某场所里面。所以基隆某场所里面，我们现在等于48加1有49，加上今天的有19位，所以这样的一个这个传播链到目前有68。那因为有多个地方不同的场域还有学校国中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大致上，这个案子还没有收敛那要非常要提高警觉的一个案例国内疫情的探析，有感染科医师是认为，说来就是亲密人家，真烦恼讲疫情会扩大，嘛坦白讲全国拢有危险。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会谨慎来处理。基隆市有一间国中公告讲有学生确诊，今仔开始停课，要停到4月初10。基隆市国中30全校停课，学校伫官方网站公告，因为有学生确诊，全校有封城停课1天。确诊个案班级是停课10天，所有师生拢爱体检。确诊人的该班他们是停课10天，我们改采线上教学，然后其他的班级我们是预防性停课，因为今天要做清消。国内疫情多点减少，尤其有个案去过8大场所，被认为一条会较困难，增加传播风险。指挥官陈时中回应，目前疫调进行正顺利，当事人并无隐瞒。个案来讲，他的足迹甚至他都愿意来说所以相对的是比较清楚。那当然还要持续的再调查了。对国内疫情情况是不是在清明连假了后会更较严重？陈时中无否认，强调目前是要谨慎以对。感染科医师是警告。清明连假确实是考验，因为南来北往，各府这数自费，建议民众爱家己减少群聚的规模。针对目前10外条无清楚感染源的传播链，感染科医师也表示，靠疫调恐怕是挡不掉。发现的时候就觉得，怎么这一群人，这附近的人好像很多人都被感染了。那如果你想要用一条传染链来解释，有些时候就有点困难。医师分析，群聚若拓开就收袂转来。目前除了感染人数，佫应该关注重症甲死亡人数，佫检视医疗量能，尤其是病院甲安养机构爱减少，避免院内传播，这是目前防疫上重要代志。记者综合报道。3月马祖生全台湾开始有真侪活动，指挥中心伫昨公布了境的防疫政策，要求所有参与的人拢爱注3档的疫苗，庙方得爱发证明。婚姻西礼分局嘛邀请公庙人头来开会，要求大家爱做好防疫的工作。因应国内疫情发展，中央疫情指挥中心2月9号积极通知地方政府，要求庙方配合防疫政策。因为说来将进入3月小马祖的了境期间，要求所有参与了境的人员和随乡的民众，需要拍完第3剂疫苗，才会当来参与了境活动。可以参加绕境了，所以就是马上去补第3剂了。有咧开会，
咱全部赛里机要接驾的队伍，咱拢会叫因发识别证，造册这个3级的，才尽量3级以上的，才出来造册，才来接驾。防疫中心有这个指示啦，照政府的指示，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咱一定要较用心的。包括台中的立新宫、西丽福音宫表示，为了配合政府的防疫政策，已经做出调查各店头人员，想已经拍第3剂，若是有拍完，就会来分送疫苗 OK 的识别证。各有特别营运出来真侪了解活动，会经过云林西丽，西分局嘛召开宫庙店头外界协调会议，邀请妈祖绕境沿线各宫庙负责人与会。那此次因为疫情的关系，首重宣导实验室等各项防疫措施，并请庙方人员加强宣导，参与绕境人员勿边走边吃，以及参会不可逐桌敬酒。所以将展开9天8夜绕境活动的大甲镇人宫表示，会全力配合政府防疫政策，包括专程挂喙红、袂软桥骹、袂抢桥。但绕境挂香真侪拢是自发性的游客，也是观光客。庙方透过各管道来宣导，呼吁配合防疫，互绕境顺利进行。记者文雄林建新台中云林综合报道。家人的关注案愈传愈大哦。台北市长郭文德说，互一个网情别讲，郭市长总伫公共场所唱歌无挂喙暗。指挥官陈市长咧回应的时阵，只是讲地方政府会家己裁决。台北市政府是表示讲，卫生局会依法来处理。我们大概3月1号那时候公布，就是说唱歌仍然戴口罩嘛，哈，然后地方卫生局去认定。台北市政府卫生局会依照防疫规范去了解一下当时被检举的状况，也会请当事人说明，之后经过判断，如果该罚的话就会罚。外面会当看到台北市长郭文德在唱歌，也毋过无挂喙暗。舞台顶头有2个人喙暗嘛拢无挂好势哦，明显是违反指挥中心的规定。其实台北市的副市长黄珊珊之前嘛互逼讲，伊伫一场义消的聚会嘛是无挂喙暗的唱歌。来看这波疫情嘛，拖到学校，宜兰县罗东一间国中传出有2个外县市的教职员确诊，全校实行大消毒，1700个老师佮学生嘛随伫学校做快筛甲 PCR， 段课先暂停。另外，新竹市的关东国小嘛有一个学生确诊，学校嘛停课到4月初10。环保局的消毒车伫咧学校附近来回消毒，做家长的赶紧摕健保卡来学校互囡仔。宜兰县罗东某一间国中有2位外县市的老师确诊，学校赶紧安排规间学校消毒，1700位师生伫学校做快筛加 PCR 采检，采检线明仔载31开始有方性停课10天。据我们了解的确是在某国中有相关的足迹出现。为了关怀我们孩子们的健康，我们决定对该国中做全面性的筛检。昨是这间国中段考第1天，确诊的其中1位女老师有内体2个班监考，不过自头到尾拢无挂水暗，并且保持距离。另外1位老师确诊了，是毋是有来过学校，也搁伫咧疫调。因那今仔日的段考是暂停。谢谢。对啊，上健保卡来了，安尼会烦恼？没啦，好烦恼。没啦吼。没啦。然后有点紧张。有点紧张啊。就是老师是不是知道是几年级叫什么的吗？不知道。详细情形我不知道。除了宜兰传说学校有人确诊，新竹市东区的关东国小也有1位学生确诊的通报，学校接到通知了，遂停课，提早放春假，停课到4月初10。早起也是有家长带囡仔来学校体检。这就是今天正常到校，但停课，然后做完 PCR 才分批放学。学校体检的人数超过2000人，卫生局讲，这间学校确诊的囡仔，一家伙4个人，除了爸爸阴性以外，妈妈、后生、查某囝拢确诊。另外，这家伙另外1个囡仔是伫新竹县读小学，已经派驻1号建筑学校扩大采检，并且公布疫调评估风险，确立师生等接触者的管理身份。记者综合报道。指挥中心严格要求出入特种营业场所的人，拢爱做好3重的疫苗，嘛一定爱实名制。台南市政府最近冒去相关的场所稽查，一暗就查到有14个人无实名制哦，一个人拢罚3000块。另外，台南市嘛开始限制警察非必要的聚餐哦。一大群警察进入特别营业场所稽查，果然就查到违规。最近国内疫情国严，指挥中心下令要求进入歌厅、舞厅、酒店等场所，拢必须要提供做过3重疫苗的证明。
并且落实欠命制。针对这点，台南市卫生局联合相关单位，第二暝暗时到几录经过路丢所稽查，果然就查到14个人无落实欠命制。经查发现，14件为顾客未落实实联制，依传病防治法第37条第1项第6款，每件可裁处新台币3000元至15000元罚锾。警察除了配合稽查违规，最近因为家人有警察局疫情扩大，台南市长黄伟哲日告表示，万一警察之间搁发生烧话，会严重影响到治安。自今日开始限制警察到餐厅聚餐。消息一出来，互记者拢惊一个，详细了解才知影是限制非必要的聚餐。参受警友的餐会，若家庭聚餐并无限制，不过嘛禁止单独敬酒。针对这点，基站的警员大部分拢愿意配合。应该说一开始听到会觉得说为什么要针对警察还是什么的，但是后来觉得说好像也不是说我们什么聚餐都不行，都不能吃饭还是怎样，对，只是说可能人数就不是说什么10几人、20几人那种大型的。市长的提醒以及警政署对于减少餐宴的一个提醒，我们都乐见其成，也乐意配合。尤其清明连假将至，警察治安交通工作繁重，特别提醒同仁，非必要参叙能免则免。台南市警察局加强4472个警力，因应警政署和台南市政府的要求，相关的餐会会延后或者是暂停，嘛缩小规模办理。原定警友会的餐会嘛改包登去到派出所用餐。餐会嘛延后，等到疫情较短后才举办。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电价审议委员会昨开会讨论4月份的电价敢要起价，也毋过委员会最后是宣布讲并无决议，电价暂时未起哦。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讲，因为战争是特殊的事件，佮加上最近的物价是起了真凶，委员会真歹做决定。部长嘛强调讲，2-3个月内会再开会。昨天是议而不决，因为乌俄大战650亿，现在应该超过700亿了。4月电钱暂时未起，台电中油的亏损恐惊会扩大。国民党立委一方面质疑经济部为什么无法度做决定，严哥也认为未照顾民众的生活，确实无应该起。经济部长王美花讲，唔是无愿意决定，主要是俄乌战争的变数真大。和国际燃料价格的变化也真大，所以才无法度决定。俄乌战争的关系，波动得非常厉害哈，往往在1个月之内波动就上下起伏超过50%哈。未来的2-3个月之内呢，就会再去做决定。电钱甚至要起，也怪等2-3个月。不过台电中油的亏损恐惊会继续扩大，中油伫去年亏损434亿，到今年2月。总共亏损已经要到600亿，台电公布今年1月财报已经亏损59亿，按算今年的亏损的额度可能会超过600亿。看到财务的空愈来愈大，不过这2大国营事业对电钱是不是要起，也是无啥敢讲。整个油气的价格的波动，因为俄乌之战影响很大，中油公司在做整体的检讨评估，没有更新的数字。那台电公司会忠实反映我们的成本。最后还是要送到电价审议会来做审议。本来外界有估伫4月电价会先调起工业用电大户，不过团讲工商界代表无同意，所以才会无起。不过工总澄清讲，电钱是不是要起，不是工总会当决定的，因这是根据事实表达产业的意见。不能全部工业涨价，工业涨价你还是无法弥补你的亏损。另外，商总也讲，物价压力这么大，根本无起价条件。不过，有业者认为，就算要起价，也应该量早确定方案，才有法度让因量早经营。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县政府昨半暝进行大规模的铁路崩坑灾害演习，模拟火车摆尾时安怎来抢救受伤的乘客，场面是真逼真。一个接到火车摆尾的消息，花莲县各消防单位随出动大批救援人员，崩坑内底甲车厢已经完全失电。轻伤的乘客先防疏开，接续救援人员入去车厢救人，照减伤分类，红色白矮的患者先处理。忍耐一下，你看刚刚也有孕妇那一些的哦，先稍微忍耐一下。
这是花莲县头一届伫半暝举行的铁路灾害演练，特别选伫火车已经休困停驶的半暝11点半，伫凤林镇成功利用车头的棚坑内底演练，模拟大地震了后火车摆练的时阵救援的模式。有400-500个人，包括有一些是来配合演示的一些模拟的伤患旅客，我们也利用这个机会，根据去年的经验。再来演练一下，我们有哪一些必须精进的地方。这个演习出动袂少救护车，单车的声是真响。模拟灾害演习，都若像真的同款，袂少民众看了阁惊一跳。不过参与演习的技巧，甲办理患者的民众拢认为讲，好天就爱准好来娘，演习确实有必要。其实真的会害怕的，对，就是可以身临其境，就是觉得其实当伤患真的是他们的会很无助，然后也会很难过。那夜间训练很难得。那每次演习的时候都在白天的话，那夜间的时候，你在整个场域的摸索什么或突发状况，难以去应付。官府强调讲，这届唔但是国内头一届伫半暝演习，嘛是无剧本伫进行，完全考验救援人员伫第一时间的反应能力。演习伫30半暝点半结束，车头内底棚坑嘛已经有清理和清气，未影响通车。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参议院第2摆通过美国竞争法案，希望使深化台美的关系。也毋过有学者是认为讲，伫俄乌战争正敏感的时阵，美国应该无愿意伤过刺激中国，所以不一定会这么紧就放任相关的法案。另外，国台办的发言人朱凤莲今仔是批评陆委会主委屈泰山，讲伊进前呼吁两岸互相承认主权的言论，根本就是个呛声。美国参议院2摆通过美国竞争法案，内容包括支持定期卖军事设备予台湾，停止以台湾当局称呼台湾政府，允准台湾的官员甲军人伫咧美国执行公务的时阵穿制服甲展示国旗。有学者指出，若是单纯的会议，嘛无中共的人员来参加，这个规定无定着对当落实。不过，亲像多边参与的政治演习，美国会考虑中国的看法。看来是袂遐尔紧放任。比如说在环太平洋演习的时候，在这种多边军事演习的时候场合，我方人员能不能穿军装参加？我觉得这个部分还要有待美国行政部门进一步的做出相关的规定。它是有一些打擦边球了，就是说能够稍微实质提升这样的一个官方的性质的一些称呼跟动作。深化台美关系法案为军事、文化等各领域实质增进甲台湾的交流。学者认为讲，伫罗西亚甲乌克兰情势敏感的时期，为了争取中国对西方国家的支持，美国嘛无愿意伤过甲中国刺激。因若针对陆委会主委屈泰山顶一日呼吁两岸互相承认主权，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的回应嘛是打真的。愿意呢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来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同时，我们绝不容忍台独。如果台独分裂势力胆敢挑衅、逼迫，甚至呢突破红线，我们将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问题，所以法律本身存在，我觉得意义是有了，但是不是那么大，是虚的，不是实的。这一点我们台湾老百姓自己要看清楚。我们把虚的当实的话，哈，自己变成傻瓜了。针对国军对抗中国军方侵犯台湾的能力，也有未来国军的挑战。朱凤莲表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愿望，和平统一是互利双赢的共同目标。另外，伊嘛批评讲，屈泰山这个发言分明都是冲动要来起事。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美国总统拜登昨伫北京甲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见面，会后嘛发表联合声明，两个人拢谴责罗西亚的军事行动，嘛强调印太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性。李显龙嘛讲乌俄战争是印太地区有可能发生冲突的一面镜，伊望讲会当和平来解决争端，唔通战争。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到北京，伊是拜登上任了第一位访问北京的东南亚国家的领导人。在会谈时阵，拜登强调美国甲新加坡的伙伴关系前所未有的紧密。因若五国入侵乌克兰，也当看出国家的核心价值，包括领土甲主权完整正伫咧被破坏。It's attacking the core tenets of a rule-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borders can't be changed by force, and all the nations, large and small, are equal and sovereign in rights for their sovereignty. 新加坡成为国际贸易中心，
李显龙讲，希望美国会当深化甲中国抑个其他亚太国家的关系。Singapore hope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midst all its many preoccupations, will continue to deepen its relationship with countries in the Asia Pacific, China certainly, but also other countries besides China. 伫两个人会谈的联合声明中，拜登强调，虽然俄乌战争还未结束，不过美国依然会正紧就把焦点转移到印太战略，也重新支持东南亚国家协会中心地位，同时也会注意南海甲北韩的情势。李显龙是特别指出，俄乌战争也和印太国家了解到，就要用和平解决争端，唔通行上战争这条路。We shared our concerns about 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and their destabilizing ballistic missile launches, and which are clearly in violation of multiple UN Council resolutions. There are potential flashpoints and contentious issues in our region too, which, if not managed well, could escalate to open conflict. Countries with interests in the region need to pursue all efforts to settle disagreements through peaceful means, so that we can avoid reaching a point of no return. 李显龙尾下也甲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举行双边会谈。贺锦丽伫咧去年8月时阵就去访问过新加坡。李显龙这边访问美国，2月有先去五角大楼，甲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汀见面。公司新闻金冠庆编辑。目前有2区封城的上海，已经是个继续的关卡，将增加将近6000例。因为政府随时会去民众的厝里做 PCR 检验，民众袂当出门，心情是真歹哦。有人讲，亲像封关伫笼仔内底。另外，美国昨嘛同意讲，50岁以上的民众会当擱注第4档的疫苗咯。I have some flour, but unfortunately the milk is expired, so I can't make pancakes. Maybe with water. 为波兰来纳罗兹尼亚克伫上海读博士，因为伊完全唔知影上海浦东第1阶段封城的代志。一日前，甚至发现讲伊已经无法度出门啊。There is a fence, and you are like in a cage. Even when they do the PCR test, they just like hit your door and yell something in Chinese, which I don't even understand. And sometimes it is pretty scary because you never know when they do it. Like once they did it at 1 a.m. in the morning, so I got really scared. Like at night. 根据中国国家卫健委的通报，2号全境新增加本土确诊者有1565例，特别受到关注的是本土无症状的感染者有7090例，其中上海有5656例，有2600万的人口的上海，当伫咧实施2区的封锁控制，属于第2阶段的普西，是4月初1至初5封锁。目前当地超市已经有不少民众因为惊吓来买真侪物件，有的鸡是已经开唔空，这款的情形伫咧浦东实施封锁的时阵都已经发生。一个这么大程度的蔓延，怎么说呢？还是希望能够早点结束吧。虽然甲全球疫情来比，中国的确诊人数无算多，不过伫咧清零的政策之下，当局是真拼死，要甲这个真高畏团的 Omicron 压落来。另外，当局嘛强制甲民众做体检。上海市司法局警告，若是无配合，恐惊会有刑责。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预告，针对50岁以上的民众，或者是免疫不全的少年人，会当注第2档的加强剂，也就是第4档的疫苗。因为数据显示，变种病毒对 Omicron 带来风险，必须免疫力长期减弱。After a few months out of your first booster, you have a decline in effectiveness to around 66% protection against emergency room visits, 78% versus hospitalizations. FDA 表示，根据新数据的分析，做莫德纳或者是 BNT 第2档的加强剂，针对高风险的族群来讲，会当提高保护力。公司新闻吴文良编译。以前个传 Omicron 变种病毒 BA.2 是传了真紧哦。有专家是认为，未来疫苗有可能甲流行感冒疫苗同款哦，逐档拢爱做。新冠疫情拖全球超过2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统计，全球已经有4.8亿人得病，超过609万人死亡。不过，也做超过108亿剂的疫苗。随着疫情伫今年初有较缓和，欧美各国也渐渐放宽防疫限制。不过，Omicron 变异株 BA.2 出现了后，疫情警报再度响起。欧盟主管机构呼吁民众要赶紧做疫苗加强针。These appear to be at least driven by the increasing circulation of the BA.2 subvariant of Omicron, which seems to be more transmissible than other variants of SARS-CoV-2.
For this reason, we continue to urge all citizens to get vaccinated and for those eligible to get a booster shot as well. 法国3月初，逐工确诊数较无5万例，到3月19，逐工已经活10万例确诊。主要原因是法国3月14宣布伫多数公共场合唔免挂嘴暗，无做疫苗民众也会当进入公共场所。民众迄当时也个咧欢喜，总算会当嗅到新鲜的空气。Oui, on découvre les gens. Ça faisait 2 ans. Moi, je suis arrivé ici il y a moins de 2 ans et j'ai vu tous les gens masqués. Donc aujourd'hui, je vois les gens non masqués. 若是法国、英国疫情也伫政府决定甲病毒共存了后，伫3月开始平盘，加上 BA.2 变异株的快速传播，包括德国甲意大利的疫情也伫解除防疫限制了后陆续增加。另外，亚洲的南韩一礼拜正式突破1000万人确诊，相当每5个南韩民众都有1人确诊。南韩过去一礼拜平均逐工新增40万例，99%拢感染Omicron病毒。不过数据显示，国内甲境外移入的 BA.2 变异株病例也大量升悬。也有中国甲香港疫情也继续摊烧，中国的清零政策、大量体检甲封锁的量能会当维持偌久，也引起真侪专家质疑。专家指出，因为 BA.2 更较歹政策，所以也防叫做稳型 Omicron， 传染力估计比 Omicron 强30%。加上防疫措施放零，体检率下降，做疫苗变慢，等咧替新的疫情准备完美的防护。已经有几啊份的研究指出，包括辉瑞、BNT、莫德纳甲交生的新冠疫苗，做了后的半年来，防护力下降，尤其65岁以上的长者甲免疫系统较弱的族群更较明显。加上变种病毒会继续出现，也造成未来疫情真歹预测，做甲强检恐惊真歹避免。虽然新冠疫情已经侵袭全球超过2年，也毋过人类犹原咧探索要安怎来对抗病毒。国际之间反对做疫苗的声音一直拢无消息。世卫组织坚持，当全球7成人口拢完整做过疫苗，疫情才会当得到有效控制。至少到目前为止，也无法度看到疫情的终点。公视新闻更完全编译。过来消息来看，刑事局最近抓到真侪件投资诈骗的案件，嫌犯利用虚拟货币泰达币来洗钱，查到将近16万粒的泰达币，差不多是代表454万哦。警方是表示，用虚拟货币来洗钱案件有愈来愈侪的趋势。警方规个界，嫌犯拢无路通走，几多位嫌犯拢被抓到。看伊的对话记录，诈骗集团拢用讲。标股稳赚无赔即款话，吸引被害人投资，加入社交软体，不过全部拢是骗局，因所骗来钱会转化成做泰达币洗钱。为了被闪骗查缉，集团的成员伫咧互相对话时阵，拢用假身份，甚至是用前总统马英九的身份。为了隐匿身份，躲避查缉刻意使用我们国内知名的公众人物还有他的图腾来作为对外联络的一个代号。甚至这个集团里面还有我们某市的市刑大的名义对外来公开收购这个人头账户。另外，这件警方查到嫌犯的所在，当场抓到人敲到钱。这件同款是诈骗投资，和被害人开真侪钱投资买各种金融商品，不法所得，搁买泰达币了，成立假的教育平台，自导自演，家己买，结果甲骗来泰达币兑换成这代票。这回和警方查扣要加16万粒的泰达币，换算代票差不多是454万。如果有发现这个虚拟货币的话，那我们会用我们预先准备的一个冷钱包去做查扣的一个动作。冷钱包它是一个储存那个钱包的一个工具它是离线的，安全性是比较高的。伫最近不法集团拢锁定虚拟货币去中心化的特性，摕来做洗钱的工具。警方讲，泰达币甲其他加密货币比是较稳定，所以诚做嫌犯上爱摕来做诈骗的虚拟货币之一。警方这边的专案是扫动不法，伫12天就查到超过60件犯罪。伫国内投资诈骗的事件常常发生，警方要安怎有效的自源头防范，就要特别注意。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桃园北地昨暗下班的时间，有一个骑奥多拜的人和校车肇事，警方已经甲校车的驾驶违规停车的机车，佮有冲过车路的民众，以过失致死罪嫌移送法办咯。画面上骑机车的查甫人好亲像是挨着为什么违规临停车，向行行入去车道的查某的过路人，结果倒地了后，互共方向接送完学生转去的校车交过，当场死亡。
南旗市由新丰路往莺歌方向行驶，碰撞到前方未闪避违停车辆而走到车道上的行人。机车骑士倒地后，遭同向行驶的营业大客车碾过，男骑士当场无生命迹象。桃园北捷区日到6点外下班的时间发生这个死亡车祸，警方将路人违停骑车骑士、大客车司机3人以过失致死罪移送，佮将头前汽车列为关系人通知说明。根据我们修正过后的那个刑法276条，过失致死，现在我们的刑责已经到了5年以下，所以最高可以判到5年，跟以往大概是2年，是差了蛮多的。律师表示，详细刑事过失判断至少要等车辆事故鉴定报告出来了后，才慢慢调查清楚。不过提醒过去已经有车辆违停造成车祸被判过失致死的案例，也提醒路人无行车道，车辆无凊彩违停，才袂造成危险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前2-3天一直落雨，苗栗台72线东西向快速道路公馆往大湖的方向，昨半暝有大石头放落来伫车道哦。因为这路段哦，光线无介好，又阁是细弯的路段，嘛造成有3台车为着要避这粒石头，结果烧落，有1人着伤送病院。公路总局透明时间，今仔早起已经恢复通车了。中心，公馆就要离开救护现场，将1名患者送往苗栗医院。救护人员赶紧将受伤的附近人送医，虽然性命无危险，不过规身躯全伤。因若赛车的驾驶若想到事故迄当阵，也是心惊惊。我们那时候看到的时候根本就来不及了，好不好？来不及了哈。对啊，那刚好就转角处啊。轿车的车头弄甲密密麻麻，已经无法度驶，边仔的货车链仔嘛向弄甲变形。日到半暝，苗栗台72线东西向的快速道路，公馆往大湖的方向有大粒石头连落来，顶伫咧外线车道的路中央。因为这个路段无路灯，又搁拄啊好是转弯的所在，总共造成3台车闪袂赴弄到石头。哦，那个我弄到的，哦，把它撞过来这边了。哇！其中一部自小客车右前车头损毁，乘客轻伤送医，另2部车辆轻微受损。警方赶紧封锁这个路段，也通报公路单位来刷走石头。因那公路总局苗栗公务单也前往现场，推测是连日的大雨造成山壁加上积水，才会放落来。等清完之后会先观察一下，看还没有状况好，看有没有其他状况。暂时先封闭掉外侧车道。公务单人员透明来清除这寡土石，确认安全无问题了后，这个路段伫30早起6点半恢复通行。公务单提醒，刷落来几天可能还会落大雨，民众若赛车经过山区的时阵，也是爱提悬警觉。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的青皮豆丁的量是全国第2多，市政府去年是掠到5800外只，也毋过因团的速度上过紧咯，而且长超过150公分的青皮豆丁并无天敌，所以数量是真歹预估。最近高雄有民众撬倒摆，结果豆丁是跳去机车顶头，是真恐怖。我倒了。监视器记录着乌多摆则经过，就倒落去。原来是头前的车辆搞着绿列斯激动，后边停袂落来，2台车弄做伙。只是绿列斯互搞着了后，搁跳去车顶，2个女驾驶行到米来对向的车道。他就又跑到有一台机车上面，所以那2个女生她就被吓到，就是跑来我们对面这里。前车疑似发现路边有一只绿鬣蜥，因此紧急刹车，造成后方车辆闪避不及。店家讲，这种状况之前嘛发生过。市府农业局表示，高雄因为气候环境适合绿鬣蜥生长，伊的数量敢若排伫屏东后壁是全国第2悬。去年市府就掠5800只，也是录袂到生的速度。移除的比例一年欠悬，含靠近凤山溪的里长嘛，因为绿鬣蜥生了紧，会当家己用手来掠绿鬣蜥。一边用箱子，一边用夹子把它引诱到我们的箱子里面去。那如果是大只的话，可能就是要用麻布袋。高雄事实上是非常的合适它的居住，那它会沿着水流来迁徙转移它的栖息地点。农业局表示，民众若发现到绿鬣蜥，会当通报市府来协助掠。团队嘛针对较高生的所在来移除，呼吁民众唔通饲养，才袂造成着生态危害。记者王刘婷、陈hen坤报道。
村长、里长的事务补助费已经20多档，拢是1个月45000块，唔捌起过。第二立委提案要伫立法院修法，要甲补助费起到5万块，也毋过一档大约是爱增加4亿6500多万的预算。 全国7761名村里长，每一天是无闲来无闲去，不过依法是无薪水的当领，只能依照地方民意代表费用，还有村里长事务补助费补助条例，每一个月来领事务补助费45000块，来营运文具啊、油电还是水电钱等等因公支出的费用，真侪里长拢是根本无够用，那立委拢提案要来增加到5万块，全国每一年差不多是增加4.65亿的经费。总共有21年从未调涨。 在我们整个的通膨或物价指数的上升，本席认为绝对有提升的一个需求跟必要性哦。正因为他们的事务会不足，很多的里长都必须透过其他的方式来争取更多的资源，包括资源回收。很多里办公室几乎等于回收厂了，这个不是应该我们政府应该让他们做的事情，应该给他们更多的资源，因为这不是薪资，这是事务补助费。 内政部对此回应表示，烦恼地方财政能力无够。不过，伫个调查共识之下，30号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应该来通过这项条文修正案。毛立委提案建议提悬议员助理的补助费，地下市议员只要每一个人总额是24万，提悬到32万还是36万；县市议员每一个人即马总额是8万块，提悬到12万块。内政部嘛认为地方财政恐惊是无法度负担。地方政府现在都分别都表示，他们地方财政的状况有一些困难哦。那要做这些调整的时候，都希望有所考虑啦吼。立委提案嘛，包括着调整即马议员助理人数上下限的规定，还有增加议员还有乡镇代表的为民服务费，拢是这个修法讨论的重点。记者张志雄、平组台北报道。 高雄小港机场附近航警局的公车站设伫快慢车道的分隔岛顶头，民众是真怨叹讲车真多，真危险哦！而且单车拢爱吹风拍力，嘛无椅仔通坐。高也民众嘛讲哦，其实无方便的公车站嘛毋拿即个尔。交通局是表示会整体来改善公车站的环境。 妈妈带囡仔行伫真矮分隔岛顶悬，两边机车甲汽车一直驶过，看起来有一点仔危险。但因嘛无法度，因为公车站牌就设伫即个分隔岛顶悬。这是高雄小港机场附近航警局的公车站，作为国际门面附近的站牌，却连查号的物件甲椅仔拢无。公车来啊，结果咱的奥多麦嘛是来，要安怎过袂过节？啊，如果下讲因已经过伫遐咧等公车，伫遐根本就一早啊，尔无法度等啦。 居民看袂落去，家己摆椅仔，互等车的人坐，但安尼无友善的站牌，毋拿一个。机顶跟这跟对面的站牌同款真闹开，站牌用铁线歪歪绑伫电报条顶悬，边仔铁椅仔嘛是居民家己扛的，互民众烦恼等车时代安全。说实在，真的很危险啊，所以不适合椅子，不适合再放在这边啊。那由于旗津2路目前是没有人行道的设施，那一样也是受限于空间的一个局数，所以说。 目前是没办法设置相关的一个候车设施，那这个部分我们会紧速来邀集各单位来做现勘。高雄市交通局解说，小港航警局站甲机顶港这港站同款，拢是因为目前的路行限制，所以无法度设有椅仔的单车设施，但已经伫规划要搬站点。交通局嘛陆续改善总共151个同款无友善的站牌，向无障碍化的方向拍拼。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 来看丁美这款品种的枣仔，水分真多，甜度嘛真悬哦。而且对12月份到隔当年4月份拢是产季。今年这种枣仔嘛外销到法国跟英国，嘛真受到消费者的欢迎。一粒一粒青嫩嫩的丁蜜枣仔，虽然外表粗粗，不过毋那水分多，甜度阁悬，互人食到脆软脆脆甜。好不好吃？好吃。它的肉质绵密，皮又薄，水分又多。 正常的甜度可以到达16度以上，产季可以到达4月底。如果以正常的产季没有遮雨棚的话，大概到3月底就差不多。丁蜜枣仔是高雄改良出来的品种，真受到国际欢迎。今年阁小煞拍入法国、英国的市场。 而且，这个品种也技术转移，予屏东县高树乡透过水资源保护区的优良环境，种出高品质的枣仔。我们是水资源保护区我们这边的环境非常适合种蜜枣，
今年的蜜枣跟往年一样，条件虽然比较差，但是呢，它的品质依然那么好。因为今年寒天雨水较济，做行水较到造成断点，也是想把水避开，互农民是爱更加用心打拼来守护这寡青色的宝石。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有愈来愈侪少年人有心要回去故乡打拼。屏东的德田乡公所有编一本手册，甲10个德田少年人的打拼佮创业的故事，佮因经营的店，小介互大家熟悉。10位德产青年回乡打拼的创业过程，记录伫这本顿物手册内底。德产乡公所专工编这本册，除了做一张观光地图，互游客好佚佗，也互更较侪人同齐来见证在地青年精彩的人生故事。公所人员很用心的做这些刊物，让我们就是可以让更多人知道这样子。政府跟我们在地青年的有一个连结。那出书的含义更重哦。那透过一个书本里面的一个介绍，可以把一些返乡的青年呢，在这几年在竹田努力的一些成果展现给大家。我想这个不只对一个乡镇的一个推广，更是对这一些返乡青年的一个鼓励。顿物这两字是德产的旧地号名，因为这伫日本时代是重要的货物中心，而且顿物伫客语也就是甲物件顿起来、捡起来的意思。这本册也甲在地过去的历史甲今卖的发展连接起来。我们做了一本年轻人回乡的书，这个部分呢，就是地方创生非常重要的。年轻人回到乡下来呢，发展他的事业，第一个可以照顾他父母亲，也可以增加我们的生育率哈。有愈来愈侪少年人愿意回去故乡继承家业，或者是一步一脚印创出家己的一片天。其实就是希望家乡会当愈来愈繁华，发展有特色的观光。记者综合报道。遐除了有芳味哦，买当混网啊，高雄市社会局的辅导家友来学讲遐，家友嘛开始接订单趁钱哦。未来因的目标嘛，望讲会当回去社区生活。第一届你钱哦，这个底哦，拢爱用完。制作手工下草条，阿成已经是熟手，其实伊旧年才开始学，真侪家友拢坐袂牢。毋过阿成认真，手工真有，即马伊靠下草条已经开始趁钱。足好啊！无进前，甲你讲身躯练一个月无，就是趁第一笔钱。讲这都较有味吧。阿成原底有路无厝，旧年佮发现家己着肺炎，无法度食头路。伊讲行草条改变伊的人生。改变做的啊，欢喜啊！讲你也要创啥？要买物件，你有钱啊！这慢慢你也有销售出去哦，慢慢积少成多嘛。三民家友中心是旧年开办手工行草条的课程。10月起，就接到民众甲企业的订单，目前累积营收有10万，嘛有人已经离开家友中心自力就业。真的很高兴，有一点点能力，可以自己靠自己赚钱。希望伊未来行到一个会使独立的部分，阮就互伊进入社区内底大，入去社区内底大了，就开始会使家己去操作，就是讲，等到伊会使欠一寡资料，会使摕家己的钱去外口税厝。社会局表示，会陆续推出农经、餐车等等计划，辅导家友就业，会当回去社区生活。记者陈嘉文、赖伟哲高雄报道。总统蔡英文讲，台湾伫2050年一定要做到净零排放。国发会今仔是公布净零排放的路径，嘛强调讲2030年之前，大约会投入9000亿的预算来推动。2050净零排放已经是世界趋势，台湾免则特成会在国发会甲各部会政府首长正式宣布净零排放的路线，其中咱有估到2050年用电需求量会增加2%，但会推动气碳电力和碳排降到0，增加再生能源使用6到7成。国发会挂保证，虽然用电增加又搁要减碳，但绝对袂欠电。应该是足以企业界支撑未来的这个持续的这个产业发展或成长的一些发展。
非电力部门、像产业自商部门，到2050年减碳会达到将近90%；运输部门减碳嘛会超过90%。毋过减碳有遮简单，画出来就做会到吗？事实上，目前国内规划到2030年，为即马开始的8年之内，减碳要减20到25%；2030到2050。20年间是以8的速度减碳有7-8成这么悬。针对上关键的2030年所设定的减碳目标，相关部门承认爱个检讨。因为配合 Glasgow 的这个决议，我们在做进一步的检讨。既有的技术基本上是受到一些局限，到了2030年或之后啊，它才会普遍性的应用，那时候的效果才会比较显著。相关减碳的做法，国发会估算到2030年需要投入将近9亿的预算，包括原本有的计划1200亿，国营需要投入4400亿，新增加的计划3200亿。嘛相信政府会带动吸引民间投入超过3条。记者林王庆中台北报道。性别平等教育已经推动真久了，今仔有女性团体指出，嘛阁有真侪歧视女性的用词，亲像处女膜，所以因呼吁讲应该用一寡新的词来取代。医学美容真流行，私密所在整形嘛会当处理。一间诊所处女膜修护的广告是强调，虽然时代进步，性观念愈来愈开放，也是有人对处女膜真在意。但是妇产科医学会强调，处女膜毋是一层膜，嘛无法度是监视处女甲性行为的证明。处女膜它其实在阴道口一些结缔组织。传统社会就给它的一个关系着童贞跟这个处女这样的意涵的一个的名称。台湾查某人连续指出，真侪人对处女膜有错误的观念，临床嘛有女性烦恼处女膜受伤害，导致疾病防治困难，或者是延后诊断。呼吁卫福部研究适当的名来取代，但卫福部讲医学书典是无这个名词。阴道瓣是比较合于刚刚志颖医师讲的，它是一个瓣，不是一个膜。大家觉得有一个更合适取代的名词，那大家就是一起来推动。因为教育部国语词典甲国教院的网站相关中文的翻译，确实有真侪处女膜甲伊的解说，连续是要求教育部修正。所以基本上我们会以时俱进，而且是朝向性别平等的角度去做出发，这个没有问题。教育部表示，国语词典的字词有时空的背景，一直有咧修订。处女膜是即届性平教育检查的字之一，等生育小组讨论，上紧4个月了后会更新内容。记者从新志明台北报道。来看生活中有真侪当促进饮食发展的做法咯。英国有业者推出做阿婴衫的背带服务，1个月只要开1000多块，就当甲囡仔装甲水水。因为囡仔真够大，常常爱买新衫。英国一间业者看出这种需求，推出婴仔衫出租平台。We developed this range so that it'd be super easy for parents to mix and match and create really cute outfits. So you can see like this little outfit, or you could match it up with these, or you could put these with this cute bodysuit. So it's super, super easy to make really sweet outfits. 这间出租平台有几啊间品牌，消费者用透过网络选套组，或者是自由选品项。一段时间了后，囡仔较大汉就用换较大领的，每个月租金差不多新台币1150到1450块，用互父母省7成5的买衫的钱。业者透露，自从2018年成立以来，已经有上千的用户。厝内底有婴家长除了用省钱源为永续发展尽一份心力。公司新闻张惠敏报道。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0度；中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9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1度；东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27度。
外岛地区上低18度，上悬25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